我们今天呢，社类学要上的部分呢，就是在第95页，就是非是非非的部分。那就提到说，第四呢，建立非是非非。那这边非是跟非非呢，它其实非是的意思呢，它是把字给收摄起来。那非是的意思呢，就是提到说，就是它是是的相反过来，所以非是呢就是不是的意思，就是不是是的意思，所以它就是不是。简单的来说呢，就是非是呢跟不是呢是同义的意思。那同义呢，就是大家已经了解了，所以这边就提到说呢，非是呢和不是呢是同义的。所以我们提到说非是平直呢，它的意思就表示说它不是平直的意思。所以非是平直跟不是平直二者呢是同义的。那所以呢，非非它的意思呢，它的就是讲说非不是的意思。那非不是呢，它其实就跟是的二者呢是同义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像如果说提到是非非事物的话呢，那它就其实就是说要说是事物的意思。那同样它就跟事物两者呢是同义的。那非非平直呢，那它就是讲说是平直的意思，所以它也是非非平直呢和平直两者呢是同义的。那所以在我们了解了说，就是非是呢，它等于是不是，那非非呢等于是是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把例子放进去的话呢，就提到说，第一个呢讲到说，非是事物与无事同义。那这个提到非是事物呢，我们就知道说讲到说是不是事物的意思。那第二个呢，无事呢，就是这个无呢，无的意思一开始我们会提到说就是事物的相反过来的那个无事。那这边的无呢，其实我们可以了解成说是不是的意思，所以非是事物呢与不是事物呢，二者是同义。接下来呢，就提到说非无事呢与事物同义。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无事呢，它本身呢并不是一个事物。所以呢，当你前面呢把它加一个否定的词的时候呢，就把它加成一个非，就是非是无事的这个东西呢，那它就等同于是事物，因为呢它就已经变成是负得正，所以这个无事呢把它当做一个基础，那前面加一个非呢，就是假如说不是无事的话呢，那它就是跟事物二者呢是同义的。所以呢，非无事呢，它跟事物是同义的话呢，那所以就提到说，故非非事物与事物同义。所以呢，非非事物这个东西呢，它和事物呢，这两者呢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不是非事物的这个东西呢，它和事物这两者呢是同义的意思，因为就是负得正过来就变成正的。刚刚有提到呢，就是藏文在讲这个非是的时候呢，它其实这个非呢，就是有是这个东西颠倒过来的意思。那这个藏文里面的这个它叫做楼下，那这个楼的意思呢，它尤其是用在很多很多地方，像我们一般讲说，像是房子坏掉，或者说这个油漆掉了这个意思呢，它都是用楼这个字。那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呢已经坏掉，它已经变得不是房子了，或是这个漆掉了呢，它已经不是漆了，所以在藏文里面呢，它会常常用到很多这个楼字。那这边呢，就直接把它解释为非的意思。所以同样的呢，非事物呢，你把它颠倒过来，变成非无事，那它就是跟无事二者是同义的。因为这个又提到说，像是刚刚负得正的概念，所以就像刚刚所讲到的，非非平直呢，它等于是平直一般。所以非事物这个东西呢，你再把前面再加一个非字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无事。所以非非无事呢，与无事二者呢，它是同义的。那所以最后呢，就提到同此即可安立非是非是两个或三四五个等，凡是双数即是自己，单数则非自己。
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如果呢以平值来说的话呢，如果你只安利一个非式的时候呢，就是非式平值呢，它就等于不是平值。那如果说是安利两个就非式平值的话呢，那它其实就等于是平值。那如果说你安利到三个非式平值的话呢，又不是自己。所以呢，凡是只要是双数呢，它就是又反过来变成自己，那单数呢就变成不是自己，就是负负得正的概念，就是只要是单数呢，它就是全部都不会是自己，那双数呢，它就会反过来呢变成自己。那所以这边呢，讲到说就是双数即变为自己，单数呢则非自己这一点呢，其实它是蛮好理解的。像我们一开始讲到说，就是以平值来说呢，那它本身就是自己是平值。那提到说加了第一个呢，就是非是平值之后呢，它就变得不是平值。那同样呢，你加两个的时候呢，就是非是平值，意思它就说它非不是平值，那非不是平值意思倒过来呢又是平值，所以呢，就是凡是只要说到单数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不是；那只要提到变成双数的时候呢，还要反过来变成是。所以呢，这边只提到说非式的部分，就是非式呢，凡是只要是双数呢，它就反过来变成是自己；那单数呢，就变成是非自己。那从这边呢，我们可以了解到什么东西呢？就是了解到说是非的部分。那其实非的部分呢，它其实不管是2个、3个、4个、5个，它的数字呢，无论是多少呢，它都会变回自己。那因为是这个比较好理解的缘故呢，所以在课文里面就没有特别把它给列出来。人们其实是说呢，就是为什么要学这一课呢？就是它主要呢，就是为了我们学习就是理路的部分。就是有时候在辩论的时候，就是讲很多的时候呢，然后你透有这方面的思维，可以让你的理路呢变得更清楚。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当我们学到说是这个东西是否为这个东西，像比如说这边所提到的是，然后前面加个非是，还有像是非等等的，那这个就是后面在学到说像是遮止法还有成立法的时候呢，其实都是有相关联的。那它最主要的目的呢，其实还是在就是帮忙就是建立理路的部分。这边有问到说非是名相与非名相是同义吗？那人们解说是的。这边呢，就是要上这个的部分呢，其实它就是像我们在讨论颜色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讨论说白马呢，它是不是马呢？那最主要的原因呢，其实也是为了说让大家能够在理路之上呢有所建立，所以才会去讨论说白马呢是不是马。那就如同说呢，那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们去踢足球的时候呢，其实目的呢并不是为了说抢到那一颗球。为什么说目的不是为了抢到那一颗球呢？如果是踢足球是为了抢那一颗球的话，那其实每个人发一颗球就好啦，就不需要去那边抢那一颗足球。那所以同样的呢，就是我们踢足球呢，除了像刚刚讲的，它并不是为了抢到那一颗球。如果是为了得到那一颗球的话呢，其实应该是没有人没办法、没有能力不能买那一颗球，就是大家都有能力可以买到球，所以它主要并不是为了抢到球。那同样呢，它也不是为了说让你的脚去踢。那踢足球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球在对方的手上的时候呢，对方脚上的时候，那你要用什么样的技巧呢，把那个球给抢过来？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要学的呢，就是当球在自己队友身上的时候呢，那你们要如何呢，不让这一颗球被抢走？那这是第二个技巧。那第三个呢，就是当球已经在你自己这一方的时候呢，那你如何去得分？你主要学的呢是这些技巧，就是如何去抢人家球的技巧，那如何呢去不被球被抢走的技巧，那以及如何得分的技巧。所以踢足球目的呢，它主要学的是这种技巧的部分。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在学习色类学的时候，像一开始是学到颜色，或者说是讲到说非是非的时候呢，其实它最主要所讲的就是说关于理路建立的部分，并不是说在学这些文字。所以呢，就如同说我们在学习一开始颜色的部分的时候呢，红白颜色的时候呢，那有些人就可以透过红白颜色呢，然后稍微了知关于空性的道理。那它是如何去了知的呢？就提到我们讲到说刚刚所讲的白马，就是我们提到说白马呢，它是马，
但是呢，白马的颜色呢，它并不是马，因为白马的颜色呢，它是颜色，它并不是属于是马。但是白马呢，它本身是马。那透由这种思维呢，他就会想到说，哦，那白马的颜色呢，并不会是马，所以同样的呢，白马它的头呢，也不会是马，那白马它的脚呢，也不会是马。那他当一个一个去分析出来的时候呢，他最后就可以得到说，哦，其实我们讲的卜特伽罗的五蕴呢，它并不是卜特伽罗本身，而卜特伽罗所谓的卜特伽罗呢，它只是把五蕴呢作为一个施设处，能够安立卜特伽罗的地方之外呢，卜特伽罗的五蕴呢，并不是卜特伽罗。那它透由这个角度呢，它可以对空性呢有稍微的一点了解。所以学这些呢，最主要就是帮助我们呢去建立就是关于学法的这种理路，而不是说只在文字上面呢去做一个琢磨。所以呢，学色类学最主要呢，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理路呢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楚的去了解，所以才来学习色类学。同样的呢，我们在学习这些的时候呢，就如同说我们在玩象棋或是西洋棋一样，就是我们在棋盘上面呢，为什么要玩这些东西呢？它最主要呢，其实也是训练我们的理路。就是这边讲，就像是象棋的理路，就是你透由呢两个人在就是下棋的过程之中呢，你可以先去想说，他接下来呢会如何的做，会如何的运作，他会这些棋子他会怎么会去使用它。那这时候就是看说谁的理路比较好，因为你会先能够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的理路，所以这些最主要呢还是要帮助我们呢去建立理路的部分。接下来呢，那我们就看到第5课的部分，就是第97页。第5课呢，就是属尔非尔的部分呢。那这边看到说，就是有属尔的一切相质，又是指一切相质的所量，与有非尔的一切相质，又是指一切相质的所量呢。那这两个呢，它是属于四句型的部分。那这边就提到说，若有属尔的一切相质，又是指一切相质的所量，不周遍是有非尔的一切相质，又是指一切相质的所量。因所知是此故，因所知是有属尔的一切相质，又是指一切相质的所量故，因有属所知的一切相质，且指一切相质量所知故。那其实这边呢，它最主要呢就是了解到说，就是我们关于说对于这一段话的文字呢，我们该如何的去，就是断句要断在什么地方？那其实最主要呢就是看说我们所安立的有法呢是什么东西。所以第一个呢就提到说是有属尔的一切相质，那又是指一切相质的所量呢？那这边我们就提到说，那这个其实你可以放是所知。为什么是所知？它是属尔的一切相质呢？因为没有任何的一个东西呢，它是又是指一切相质的所量，但是它不是所知的东西呢，是不存在的。所以就提到说，它所知呢本身就是属尔的一切相质。其实呢，这个我们如果把例句放进去的话呢，就会比较了解。就提到说呢，所知有属尔的一切相质，那又是指一切相质的所量，那这个是可以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是所知的话呢，就是所知它本来就是属于是有属尔的一切相质，那它本身又是一切相质的所量。但是没有一个东西呢是所知有非尔的一切相质，那又是一切相质的所量。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是所知的话呢，没有除了所知之外，然后又是一切相质所量的这个东西存在，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所知呢，它是属于有属尔的一切相质，那又是指一切相质的所量。那但是呢，如果我们是放平质的话呢，就是平质有属尔的一切相质，又是指一切相质的所量。那平质它同样的呢，也是有平质有非尔的一切相质，又是指一切相质的所量呢，它是两者皆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除了平质之外呢，还有没有又是一切相质所量的东西呢？这个东西是存在的，比如说像是柱子等等。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你如果是放平质的话呢，它是二者皆是，因为它有既是平质又是一切相质所量的东西。那
也有说不是瓶子又是一切相质所量的东西，所以瓶子呢它是二者皆是。但是你如果是方是所知的话呢，那所知有属尔的一切相质，又是一切相质的所量之外，并没有个东西它是非所知，然后又是一切相质所量的东西，所以它并不符合第二个。就是藏文的文法跟中文呢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说瓶子呢，它是否是算是有属尔的一切相质，那又是指一切相质的所量呢？那这个提到说，其实瓶子并不是，那瓶子它是属于有非尔的一切相质，那又是指一切相质的所量。那为什么说瓶子它是有非尔的一切相质，那又是一切相质的所量呢？因为瓶子它本身呢，并不是有，就是它本身呢，并不是一切相质，所以除了瓶子之外呢，又有其他是一切相质的所量的缘故呢，所以瓶子它是属于有非尔的一切相质，然后又是指一切相质的所量。但瓶子呢，并不会是第一个有属尔的一切相质，那又是指一切相质的所量。为什么呢？因为瓶子它本身呢，并不是一切相质，所以并不会有个是瓶子有属尔的一切相质的这个东西。因为你只要是瓶子的话呢，它就会是设法，它并不会成为一切相质。那如果它不会是一切相质的话呢，那怎么会有个东西又是属于说是这个瓶子的一切相质的所量呢？因为它本身就已经不会是一切相质，所以当然不可能会产生一个是瓶子的一切相质的所量。那就如同说呢，我们假如说瓶子呢，它不是普特伽罗的话呢，那就不需要再去探讨说瓶子呢，它是否是这个这个瓶子，又是这个普特伽罗的手跟脚的这些部分呢，这个地方就不需要再去探讨一样。所以就提到说，瓶子它本身呢不会是一切相质的缘故呢，所以它不会是心事的缘故，所以它不会成为说有什么东西呢是属尔的一切相质，然后又是这个属于瓶子一切相质的所量是不存在的，因为瓶子它本身呢就不会成为是一切相质。另外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就比如说我们说是马的话呢，它会不会又是一个人的帽子呢？那是马的话，它会不会又是一个人的手或是脚呢？这是不用去探讨的，因为是马的话呢，它就一定不会是一个人。那它既然不会是一个人的话呢，就不需要再去探讨说它是否是这一个人的帽子，或是这一个人的手或是脚等等。那所以呢，这边提到说有属尔的一切相质呢，然后又是一些相质的所量的时候，我们就把瓶子带进去。那其实这一段话看起来很长，但是如果我们去把它用比较方式容易去理解的时候呢，就是有属尔的一切相质，就提到说又是瓶子又是一切相质的东西。那有没有一个东西呢？它是又是瓶子又是一切相质，然后又是这个是瓶子又是一切相质的所量的东西呢？这个是不存在的。因为第一个是有属尔的一切相质，就是又是瓶子又是一切相质的东西，它既然是不存在的话，你就不用去讨论说那是不是有个又是瓶子又是一切相质，然后又有什么东西呢是这个是瓶子又是一切相质的这个所量呢？就是所量就是说它所能够证得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没有一个东西是瓶子有属尔的一切相质，然后又是使一切相质的所量，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呢是不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当你了解了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有属尔的一切相质，又是指一切相质的所量，这个东西呢，它和第二个有非尔的一切相质，又是指一切相质的所量呢，就是这两个东西呢，它是具备四句型的。所以这边呢，就提到说，所知呢，就是有所知有属尔的一切相质，又是指一切相质的所量呢，这个东西呢是存在的。因为有既是所知又是一切相质的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它的所量呢是存在的。但是呢，所知有非尔的一切相质呢，那又是指一切相质的所量呢，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所知以外的一切相质，所以就提到说有非尔的一切相质，就是有非所知的一切相质，这个东西它本身就不存在。因为只要是一切相质的话，它就是所知。所以呢，有非尔的一切相质，就有一个它不是所知又是一切相质，然后呢又是这个一切相质的所量的东西呢，它是
不存在的。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有属耳的一切相知，而又是指一切相知的所量，是这个的。但是不是有非耳的一切相知，而又是指一切相知所量的东西呢？第一个呢是放什么呢？就是放所知。那就比如说呢，我们在讲说，不是人的中天的衣服。那这句话呢，就是其实有一点像是中文，就是我们在讲断句的时候，就是看你断句断在什么地方。那这句话的理解呢，就是提到说，一个不是人的中天的衣服，说是一个不是人的陶然的这个人，他的衣服是不是存在的呢？不存在的。所以呢，非人的中天的衣服，你这样直接去理解的时候呢，好像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你如果把它断句断开的时候呢，就提到说一个非人的中天，就是你要先安立一个不是人的这个陶然，然后不是人的这个陶然的衣服有没有存在呢？是不存在的。因为不是人的这个陶然既然不存在的话，那怎么会有这个不是人的陶然的衣服呢？所以主要是在于说断句的地方。那大家对说这个断句断在什么地方能够理解的话呢，其实这个就蛮好理解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这四句型里面呢，第一个呢就是属于有属耳的一切种子，而又是指一切种子的所量，但是不是有非耳的一切种子，而又是指一切种子的所量的。第一个呢，我们所放的呢是所知。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是所知，又是一切种子。那有这个是所知，又是这个一切种子的所量呢，是存在的。但是没有一个不是所知的一切种子，所以呢就不会有非耳的一切种子，而又是此一切种子的所量呢。所以第一个是 A 不是 B 的。第一个呢我们是放是所知。那第二个呢就是提到说有非耳的一切种子，而又是指一切种子的所量，但是它不是 A 有属耳的一切种子，而又是指一切种子所量的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你直接呢可以放成是平指。为什么呢？因为有不是平指的一切种子，因为只要是一切种子的话，它就一定不会是平指嘛。所以有非耳的一切种子，而又是使一切种子所量的呢，它是存在的。但是没有一个东西，它是属于说是平指又是一切种子，那是平指又是一切种子，这个东西的所量呢是不存在的。所以平指呢，它就是第二个。就是是 B 不是 A， 它是第二个有非耳的一切种子，而又是使一切种子的所量，但它并不会是第一个有属耳的一切种子，而又是指一切种子的所量。就是第四行开始呢，就是开始讲到说，若有属耳的一切种子，而又是指一切种子的所量，但不周遍是，就是说他提到是第一个，但是不是第二个呢？不周遍是有非耳的一切种子，而又是指一切种子的所量呢？那是放什么东西呢？就是放所知。然后说他提到说，因所知是此故。那为什么说所知呢？它是属于第一个，不是第二个呢？因为他就讲到说，接下来提到原因说，因所知是有属耳的一切种子，而又是指一切种子的所量故。那为什么呢？因为提到说，因为有属所知的，就是有属于是所知的一切种子，那且此是一切种子量的所知故。那在他那个注解下面有提到说，量就只叫说测量、衡量还有通达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呢是存在的。所以呢，这边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解释到的地方呢是一样的。那所以接下来继续讲到说所知为有法，就是说所知呢，我们讲说这边为有法，并不是说是有为法无为法，这个就是提到一般的有法，就是在举例说所知呢，它为什么不是有非耳的一切种子，而又是指一切的种子的所量呢？因为没有一个东西它是非所知的一切种子故，就像我们刚刚所讲到的一样。那接下来呢就谈到说第二个然后提到四句型嘛，那现在提到第二个句型，就是有非耳的一切种子，而又是指一切种子的所量。不周遍是有属耳的一切种子，而又是指一切种子的所量。那是放什么呢？那就是放是保平，因保平是彼故，就是第二个句型能够成立的呢，就是提到说是保平。那原因就像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因为只要是一切种子的话呢，它就一定不会是保平的缘故。所以第二个我们所要放的第二个句型，它的例子呢就是放保平。接下来呢，就提到说是有属耳的一切种子，而又是指一切种子的所量。不周遍非
有非尔的一切种质，而又是此一切种质的所量，因名相是彼故。那第三个呢，就提到说，那两者皆是的。第一个提到说是 A 不是 B，那第二个提到说是 B 不是 A，那第三个呢，就提到说，既是 A 又是 B 的呢，那它放的呢就是放名相。为什么呢？就是有是名相，然后又是一切种质的，那又有是这个一切种质的所量的东西呢是存在的。那什么东西是名相又是一切种质呢？就是一切种质它本身就既是名相，然后呢又是一切种质，所以呢是有属尔的一切种质，而又是一切种质的所量呢，它放一切片质，它放名相呢是可以的，因为一切种质它本身既是名相，然后呢又是一切种质。那第二个呢，提到说有非尔的一切种质，而又是此一切种质的所量呢，那同样呢，名相呢也是可以放的，因为有不是名相的一切种质，就比如说一切种质它的定义，它的这个性相的部分呢，就是一切法能够现证，在刹那间能够现证一切法，然后又是量的这个东西呢，又是量的所量的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一切种质的。它就是一切种质的性相，那它并不是一个名相，但是呢，它又是属于说是一切种质，所以名相呢有不是名相的一切种质。那既然说有不是名相的一切种质的话呢，那就会有是这个不是名相的一切种质的所量，所以呢，这个东西是存在的。所以名相呢，它是 A 跟 B 两者皆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说第四个就是若不是，就是那第四个就是非 A 非 B 的呢，就是不是有属尔的一切种质，而又是此一切种质的所量。那也不是就是不周遍式，也不是有非尔的一切种质，而又是此一切种质的所量的东西呢，是放什么呢？就是放虚空花。那无论说像放虚空花，或是像放是兔子脚呢，那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身呢就不会是它本身就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就不会有属尔的一切种质，那也不会是有非尔的一切种质，而又是使一切种质的所量。为什么呢？它本来就不会有一个不是虚空花的这种东西的这个，它既然是不存在的话呢，那就不会有是这个东西或是不是这个东西的一切种质的所量。所以呢，无论你是放虚空花或者是放兔子脚也好，它都是属于不是 A 又不是 B 的这个范围。那就是我们讲到虚空花呢，它是不是就是有非尔的一切相质，而又是此一切相质所量呢？那如果说其实在辩论场辩论的话呢，它是会有一些就是文字上的过失，因为就是有一个东西它不是虚空花，又是一切相质的，那其实你这样去辩论的话呢，它是会有一些就是辩论上的过失。但是呢，我们这边就是不讨论说在辩论场里面所用的这些文字，那我们就直接去思维说它的含义。那如果去视为含义的话呢，那其实是这两个呢都是可以成立的。那我们今天上课呢就先上到这边。这边呢就是提到说所谓的一切相质是什么呢？那一切相质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佛圣者心绪，就是我们提到说佛呢有分为说像是佛陀，或者说像是常法的佛这一种呢，那所以这边讲的说佛圣者就是属于说是佛又是普特伽罗的这个有情，不能说有情，这个普特伽罗呢，就是佛圣者呢，他心绪中的智慧呢，就是称之为是一切相质。比如说佛圣者心绪当中呢，就是现证空性的智慧，或者说像是现证四谛十六行相、现证无常的这种智慧呢，就是称之为是一切相质。那什么叫做一切相质呢？它就是能够对于所有一切的法呢，它都能够现证了知的这种最究竟的智慧，然后称之为是一切相质。那这种智慧呢，简单来说就是佛心绪当中，佛圣者或者说佛陀心绪当中的道呢，就可以称之为是一切相质。那这个呢，在凡夫的心绪呢是没有的。一切相质呢，它只存在在佛陀的心绪当中。凡夫的或者说除了佛以外的普特伽罗，无论你是圣者或是凡夫，除了佛之外，乃至说像是菩萨等等呢，他们心绪之中呢是不具备一切相质的。那唯有佛心绪中的道呢，才能够称之为是一切相质。
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说大乘的五道呢，就是提到说大乘的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还有无学道呢。那唯有说最后一个就是大乘的无学道和就是一切相智，以及说佛陀心绪中的智慧呢，这三者呢是同义的。那就是最后有问到一个说，一切相智有没有善根无记呢？那其实一切只要是一切相智的话呢，或者说一切种子、一切种子或是一切相智呢，它就一定呢是属于善，并不会是无记。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道，只要是道的话呢，它就是属于善的范围里面，并不会是有不善或是无记的部分。那就是现在所学的这些呢，就是对于说我们之后修行呢是否有帮助呢？那其实呢是很有帮助的。为什么呢？就是提到说我们之后修行的时候呢，你最主要就要是了解说什么叫做空性，那以及说像是二谛，还有说像是四谛。那你在了解这些的时候呢，大部分呢都是要去透由理路呢去思维说为什么呢佛陀是这样子讲的，或者说我们之后再讲到说像是圣摩他毗婆舍那的部分，那特别是毗婆舍那的部分，那很多东西呢就会提到说哦世尊是如是讲的，但是世尊讲了之后呢，并不仅仅是原因只是因为说世尊说了之后呢你就去承许，而去你是要去思维说世尊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讲，他这么讲的原因是什么呢？你要去思维说世尊所讲的理由。那如果说我们现在不来学习这些，就是像这些所谓的一切相智，或是说一切相智的所量，或者说有殊尔的一切相智等等的这些，就是色类学理路的部分的时候呢，那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透由多种理路呢去思维说世尊所讲的这个法是否是正确，或者说世尊为什么是这样子讲的？你去思维原因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理路就会不够用。那理路不够用的时候呢，那对你去更清楚的去了知这件事情呢，就会有所障碍。所以我们为了让之后能够更清楚了知这些法，世尊为什么是这样子讲的原因，然后透由思维的方式呢，可以帮助我们。所以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就是在往这条路上面呢，不断的学习。为了让自己的理路呢能够建立起来缘故，所以在色类学的时候呢，就开始就是建立我们的理路，所以它这边才说是建立小理路的部分，就是从简单的这种东西呢，然后让我们慢慢呢，可以把我们的呃理路就是逻辑呢组织起来。那当你慢慢把这些逻辑的这些理路组织起来之后呢，那你之后去思维空性呢，其实会有很大的注意。很大的帮助。那特别像说是龙树菩萨呢，他在透由中观理居六论解释空性的时候呢，他其实是用非常非常多就是百千种理路呢，然后去成立是空性的道理。那尤其是我们如果理路建立好的时候呢，那你去看龙树菩萨他所讲的每一个理路呢，你都会有不同的理解。那我们以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的话呢，就是一开始我们有学到说一还有义的差别。那一跟义的这个差别呢，如果我们不理解的话呢，那如果说之后提到说像是抉择离一义的这个正因的时候呢，就是在讲空性的理路也会提到说抉择离一义的这个正因的时候，那你就没有办法了解到说离一义这个理路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因为你一和义呢都分不清楚的时候，那你如何去了解说像是离一义的理路它到底是在讲什么？那同样的呢，我们会讲到说像是有金刚穴正面，或是无生灭正因，还有说像是最主要的正因呢，正理之王，像是缘起正因等等。那同样的呢，如果你对于业果等等或是因果的概念不了解的时候，因和果的关系，还有说业和果的关系是什么呢？你对这些不了解的时候，那你怎么去了解说所谓的缘起正因到底讲的是什么呢？所以在这边我们最主要所修学的呢，就是能够建立起一个理路之上的逻辑。因为你有了理路之后，你才能够透由自己的智慧，或者说自己去思维说佛陀这样子讲，或者龙树菩萨这样子讲的道理，或是原因是什么。不然如果我们没有这一块呢，没有理路这一块的时候呢，那最后会只剩下信心呢，你就说哦，因为佛这样子说，或者说龙树菩萨这样说之外，自己并没有一个抉择会呢去抉择它里面的正理呢，或者说它所成立的原因呢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清晰的去了知。
那再举例来说呢，就比如说像是之后讲到空性的部分，或者说是四谛、二谛，乃至于说像是业果，或者说三宝的这些部分呢，如果说我们仅仅是透由说对于说佛所讲法的信心，那和说你透由抉择会去抉择呢，那二者呢所产生的效果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对于说空性所讲的这些道理，乃至于说是二谛四谛，就是佛陀所讲的空性、二谛、四谛这些道理呢，如果你透有抉择会去抉择之后，然后你内心能够升起定解的时候，那其实你对佛的信心呢会更为的坚固，因为你会发现说，你抉择之后，你会觉得说佛讲的呢就是法尔如是的这个道理呢，你会更为的确信。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你相信他所讲的法呢，你抉择过之后，你会发现说讲法的这个人呢，真是非常的厉害，你反而会对他升起更坚强的信心。但是如果说我们缺乏了抉择会的这一块，就是唯独对佛所讲的法有信心的话呢，就是因为佛陀讲了四谛，所以呢四谛是存在的，或是佛陀讲了二谛，所以是有二谛这个东西之外，你并没有办法透有抉择会去了知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你的信心呢，并没有办法像说你透有抉择会去抉择之后升起定解，然后你对佛的信心这种信心的强弱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然后为了让我们能够更清晰了解的缘故，所以从这边呢，就是开始学习理路。那学习理路呢，最主要就是要去培养我们有抉择会的能力。那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其实可以知道说，世尊呢在三转法轮的时候呢，他有提到有我和无我呢，就是世尊有时候讲有我，有时候是讲无我。那世尊讲完之后，那如果说我没有抉择会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了知说，那为什么师尊有时候讲有我，有时候是无我？那到底是有我正确还是无我正确呢？那这个时候就是要透过你的抉择会呢去抉择，到底是有我才是服顺于事实的呢，还是无我才是服顺于事实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抉择会的话呢，你就会乱掉，会觉得说，诶，师尊一下子说有我，一下又说是无我，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你自己也没有办法确定。那乃至于说师尊呢？同样的，世尊有时候说一切法呢是有自性的，有时候又提到说一切法呢是无自性的。那既然世尊两个都有讲的时候，那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那这个时候呢，抉择会对我们来说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上到这一部分。